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頻道啊！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大埔明雅苑嘅居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390平方尺，屋主要求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時尚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啦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連埋升級工程㗎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更換全屋嘅鋁窗連埋窗台石啦，更換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大門、房門、廁所門啦，新安裝全屋嘅家私，包括睡床、衣櫃、獅子櫃、電視櫃、地台儲物櫃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玉屏啦，廚房廁所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連工包料合共389000蚊。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成為本。廚房咧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，下方櫥櫃咧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啦，而上方櫥櫃預留咗位置安裝油煙機，亦都有調味料櫃。而工作台面方面，我哋採用咗白色嘅石英石。而喺廚房嘅左手邊呢，我哋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啦。好啦，過嚟洗手間睇睇。洗手間門呢，我哋採用咗谷倉門嘅設計，而洗手間嘅間隔呢，亦都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。喺洗手間淋浴區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一道黑框嘅玻璃浴屏啦。喺洗手間嘅右上方呢，我哋安裝咗一個3門嘅鏡櫃啦。櫃嘅下方呢，亦都有一組離地式安裝嘅洗手盤櫃啦。好，嚟到睡房呢邊，睡房門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隱藏路軌嘅趟門啦。好，喺睡房右手邊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地台床啦，連埋一組到頂式嘅儲物櫃啦。而喺儲物櫃唔同嘅位置呢，亦都有 LED 嘅氣氛燈㗎。好啦，過嚟另一間睡房。另一間睡房嘅房門呢，我哋採用咗條子木啦嚟到做房門嘅飾面嘅。而呢間睡房呢，我哋亦都安裝咗一組地台床啦。好啦，返嚟客廳睇睇。客廳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到頂式嘅電視櫃啦。咁電視櫃唔同嘅位置亦都有 LED 氣氛燈嘅。嗱，另外客廳近玄關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到頂式嘅中空儲物櫃啦。儲物櫃中間同埋底部都有 LED 嘅氣氛燈嘅。而客廳呢邊呢組中島式嘅儲物櫃呢，亦都內嵌咗一組收納式嘅餐台嘅。單位大門方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深啡色嘅實心木門啦。單位牆身嘅主色呢，採用咗白色嘅油漆啦。而地板採用咗呢款淺啡色嘅木紋磚嘅。